每當你歸還十一嘅時候，你就喺度支持世界各地嘅傳道人。南馬達加斯加區會嘅德萊尼牧師就係其中嘅一位啦。佢喺去探訪教友嘅路上，德萊尼牧師被一支好大嘅木頭擋住佢嘅去路。咁而當佢從電單車上落嚟嘅時候呢，就有5名劫匪圍住佢，叫佢交出所有嘢。儘管佢聲明自己係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嘅牧師，嗰啲匪徒仍然不肯退讓。呢個時候唔知點解牧師就提到一位遠方教友嘅名字。咁而令佢驚訝嘅係，其中一名劫匪呢，就竟然企出嚟話：唔好喐佢，嗰個人曾經喺我被拮傷嘅時候救過我噶。劫匪們嘅態度緩和落嚟啦，牧師同佢哋就分享咗一啲經文，佢哋承諾會喺跟住落嚟嘅旅程當中保護佢。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一位準備受洗嘅新教友表明話自己就係當時嘅劫匪之一。你嘅11同埋承諾奉獻支持咗全球近34000名好似德萊尼牧師咁樣嘅工人，佢哋當中好多人係冒住生命危險去傳福音㗎。透過佢哋嘅侍奉，好多人包括曾經嘅劫匪都有機會認識耶穌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